今日教會慶祝聖維也納神父嘅瞻禮。呢位神父天資庸勞，佢喺商院讀書嘅時候，因為拉丁文勉強可以應付，但係喺讀書方面就非常之平庸，甚至有啲跟唔上，而阻礙咗佢嘅召叫。最後因為院長推薦，而使到佢能夠領受鐸品，成為神父。佢後來去到一個堂區，成為本堂神父。佢一日有3/4嘅時間都係坐喺告解亭，聆聽啲人前嚟辦告解，幫助佢哋，使佢哋能夠悔改。今日係所有堂區神父、本堂神父嘅主保瞻禮，願聖維也納都為佢哋代禱，使到每個本堂神父都能夠好好咁用佢哋嘅職務去光榮天主，去幫助眾弟兄姊妹，亦都使到所有嘅人能夠一齊悔改歸義。